誰只能依賴單一中心，誰就可能在危機中被迫接受不公平條件。最後，文案把問題延伸到國際法和國際機構。他提出，某些準司法機構並沒有真正代表全世界，卻試圖對非成員國家擴大影響。一些案件被高調處理，而另一些強國行為卻長期被忽視。作者認為，這種選擇性執法本質上也是新殖民主義的一部分。規則看似中立，實際可能服務於少數中心國家的利益。很多人會問，這和普通人有什麼關係？關係非常直接。金融通道被切斷，企業付款會受影響，技術平台被限制，創業公司可能無法繼續營運，數據被外部平台掌握，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就會變得脆弱。資源合約不公平，最終買單的往往是當地居民。也就是說，和大的國際政治最後都會落到價格、就業、產業和日常生活上。文案還強調，發展中國家並不是被動接受安排的一方，他們擁有資源、市場、人口、勞動力，也有維護和平共處和歷史記憶的政治貢獻。問題在於，這些貢獻過去常被低估，甚至被當成可以隨意交換的籌碼。真正公平的國際秩序，不能只要求弱者遵守規則，卻允許強者隨時改寫規則；也不能只談援助，卻不談尊重。這不是要製造對立，而是提醒我們看懂技術、金融與規則背後的權力關係，才能看懂今天的世界變化。所以，這場討論的真正問題是，未來的世界究竟是少數國家和巨型公司繼續設定規則，還是更多國家能夠平等參與？安全不只是邊境安全，也包括金融安全、技術安全、數據安全、發展安全。多極世界不是一句口號，它意味住不同國家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歷史、資源和利益選擇道路。這是一次關於權力結構的提醒，也是一場關於未來主導權的追問，也值得我們在今天繼續追問下去。如果你覺得新殖民主義只是歷史課本裏的概念，那麼現在可能要重新思考了。它可能就藏在一份貸款協議裏，一套軟體系統裏，一個雲端伺服器裏，或者一次所謂規則制定裏。這也是今天這期影片最想留給你的核心關鍵問題。關注我，下一期我們繼續聊人工智慧時代，普通人和普通國家如何守住自己的主動權。